一腳波。嗱，我哋今次犀利啦，有 budget， 我哋唔再喺室內度踢，我哋出到嚟草場，歡迎 Rover。Hello， 我哋係 Rover。耶！我自我介紹下先啦，再。係，我係 ViuTV 小志強希俊。好啊！我係 ViuTV C 朗。好啊！大家夠膽講就得㗎啦。我係 MakerVille 卡卡。哇！我係 ViuTV 捉金金後肯咋。恭喜晒！大家嘅波齡有幾長咧？如果我今年26歲，其實踢咗波唔夠1年。公司拍節目先踢過咯。佢其實係咩咧？幕後一個好勁嘅兩邊都得㗎球員嚟嘅。好勁，同波。哇有啊！哇！分組賽第一個回合咧，就係希俊對 Jason 嘅。準備踢咩國家？南非鮑魚，好想食。鎖住個膝頭哥。哇！佢係去到美國嘅，因為瑞士佢中咗柱。哦。哇！希俊一踢到去美國有6分，犀利！你有冇諗過邊個會贏啊？唔係頭先睇咧，希俊隻手腳協調爭啲啊！我相信阿強呢啊嘛。Jason 咧有冇諗過踢去邊度啊？我覺得我自己應該踢到去德國㗎咋。包定個底。係啊。啊，踢得多咗咧就係 bonus 係咪？多咗咪好彩啫，好彩啫。3、2、1。哇 ！Jason 嘅成績咧，直通去龍門嗰度係有12分㗎。